有人話上星期六喺美國西岸環球影城見到我哋啲 friend 接吻魚喎。媽咪，我想同佢哋玩。唔係喎，睇真啲，佢哋係千億新抱徐子淇同老公李嘉誠嚟嘅喎。千億嘅問題，如果同老公結婚10年，有2個好似嘅仔女，家境非常富裕，咁結婚周年會去邊慶祝呢？答案係美國西岸環球影城。讀者鐘小姐爆相，香港時間上星期六凌晨2點幾，喺西岸環球影城一間露天快餐店，見到佢兩公婆邊傾邊做接吻魚，當正冇人咁，就連工作人員執台都懶理啊！keep 住一個姿勢可能會攰，仲有轉 pose 噶，淨係鐘小姐見到嘅都錫咗4-5次啊！一杯嘢飲仲2份飲 ，so sweet。佢兩個啲仔女去咗邊？鐘小姐話大概半個鐘頭之後有幾個細路返嚟，多數係玩完機動遊戲啦，仲有幾個男人同女人，估計係保鏢啊！每個港人都各有夢想，你嘅夢想又係咩呢？明星奧運會將於8月4日舉行，想同明星一齊做運動，快啲報名參加啦！